大家好，今日我哋帶咗一份最新嘅電商報告俾你知，話俾你聽，其實澳洲、新西蘭嘅網購嘅趨勢。報告顯示咗線上嘅購物已經成為咗澳大利亞同新西蘭消費者主要嘅購物方式，尤其一班年輕人喺澳洲啦，有83%嘅年輕人咧，每月佢嘅網購，其中有60%咧，每月佢至少網購2次。而喺新西蘭咧，有77%嘅人咧，每月佢都會網購嘅，55%嘅人咧，每月咧佢係多過2次以上嘅網購。最受歡迎嘅係乜嘢咧？有一個 Welcome 嘅網站，佢係專賣服飾啦、鞋啦、時尚產品啦。咁呢一個網站都非常之受年輕人嘅歡迎，分別有70%嘅澳洲人同埋67%嘅新西蘭人咧，佢係好中意買依類型嘅產品。咁即係話呢個市場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其次，食品啦、快消品啦，又或者可以做到外賣嘅商品喺網購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喎。咁網購率咧其實係超過咗50%㗎啦。不過大家對於數據嘅私隱咧越嚟越關注啦。今年咧有71%嘅消費者咧擔心數據嘅安全，咁比起去年咧高咗12%啦，所以咧電商平台其實就要注意一下，我哋要保護翻一班年輕人啦，或者用戶消費者嘅私隱啦。未來呢幾年，澳洲同新西蘭嘅電商市場咧，其實一定會持續增長嘅。其實雖然佢哋好中意喺線下入邊，平時佢哋冇乜嘅娛樂啦，佢需要喺線下度逛街啦，但係佢亦都喜歡喺線上方面去購買同埋選擇嘅喎。所以預計到2028年咧，澳洲電商嘅市場嘅規模咧，佢會高達到1097億澳元，新西蘭咧就會超過咗100億澳元。最後啦，性價比高、價錢低，但係咧性價比高嘅產品，其實咧喺個市場非常受歡迎。有62% 嘅消費者話翻俾我哋聽咧，佢會頻繁去更換品牌，佢會不停去試一啲新嘅品牌啦、新嘅款式啦。咁呢一啲嘅選擇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佢哋愛好趨勢，佢哋會用呢一個嘅指標去選擇嘅。所以咧，如果我哋要進入澳大利亞嘅市場咧嘅買家，你一定要注意啦！我哋要做好價格策略啦，我哋要做好品牌打造啦，同埋你亦都要了解到澳洲人或者澳洲華人究竟佢喜歡嘅需求，可以做到當地華人喜歡嘅品牌調性。